時間唔會返轉頭，人生亦都冇如果，所以請你好好珍惜眼前，下一個10年未必仲有今日咁熾熱嘅心情。過咗30歲或者40，已經失去嘅嘢，多數都唔會再返嚟，就算返嚟，都未必仲係當初嗰份完美。而能夠輕易離開嘅，講真，都唔值得可惜。好好珍惜你此刻手上擁有嘅一切，因為呢一刻先係你真正擁有過嘅風景。我自彈自唱，相信我向夢想